大家一定咧都有聽過 Omega 3脂肪酸啦，例如咧會嚟自三文魚啦、亞麻籽啦同埋合桃等等。不過大家知唔知道咧，Omega 3咧其實咧係有抗炎啦、保護心血管同埋對腦部發展咧都係非常之有益嘅。咁好多城市人啦食少咗魚啊，咁就好容易咧會食唔夠 Omega 3喎。咁小朋友啦都要留意喎，發育期咧特別咧係需要多啲 Omega 3嘅，所以大家下一次買餸嘅時候咧就不妨加翻啲魚啦。但係咧，我近期發現原來急凍海鮮咧係有兩個方法嘅喎。第一就係用 air freeze 啦，同埋第二咧就係用 liquid freeze。咁 air freeze 咧固然就係將魚啦放喺好凍嘅地方急凍，即係好似我哋嘅冰格咁樣嘅方法。但係咧 liquid freeze 咧其實係將啲魚咧浸泡喺一個超級凍嘅液體裏邊急凍，而呢一啲液體咧好多時都係加咗防腐劑啊、荷爾蒙啊等等，總之咧就一定唔會有咩好嘢噶啦。咁如果大家見到啲超抵買嘅急凍海鮮咧，記得咧要諗清楚係咪真係咁抵買啦。我咧就覺得其實食 Omega 3咧真係好難食得夠啊，所以咧一定咧係會咧加入 Omega 3嘅 supplement 去補充咯。